古蒼梧原名古兆新，70-80年代醉心文藝，關心國事，主編過多份文藝創作同評論性嘅刊物，又寫過唔少詩、散文、評論，亦有翻譯小說同埋詩歌。小詩原名盧瑋鑾，同古蒼梧係多年嘅盟友。你睇下呢啲算唔算係一個新生命？呢度本來有一棵咁大棵嘅樹，俾人哋可能因為颶風嘅關係斬咗。咁你點解會用小詩嘅筆名嘅咧？我呢個係來自《中國學生週報》啦，我第一個專欄。咁咧，我以前喺中學嘅時候咧，就有個筆名都用過下嘅，叫做夏詩。點不知去到《中國學生週報》寫專欄嘅時候咧，突然間有日打電話嚟，排字房冇字啦。咁嗰時《中國學生週報》阿陸離哋好中意咧用個小字排嘅，譬如小離啊、小鹿啊咁，即係一隻鹿仔嘅鹿。咁急起上嚟，咁啊不如都用個小字咧。咁有個詩字都好，咁就於是就唔愛個風字，思想嘅詩字實有啦。咁呢個就係我嘅筆名來源。陸離原名陸慶真，曾經喺《中國學生週報》做過編輯，所以同古蒼梧、小詩成為好朋友。佢係個性獨特嘅作者，佢率真又感情豐富嘅文字吸引咗唔少讀者。1961、1962、1963咁上下，自從阿羅卡編創辦咗電影版之後，我又一路跟住個有人走，我編文藝叢，最初英文版啦，然之後有人走，張俊華走去咗編兒童類，我編翻個谷咯。總之有人走我就編多版。石琪原名黃志強，喺70年代初就喺《明報》晚報寫影評，後來又喺《明報》寫小品專欄，仲成為《明報》嘅編輯。啱先啊，孫明幫《明報晚報》嗰度寫個影評專欄啦。咁孫明唔寫，咁我係編輯啊，邊個？圓圓揾你，圓圓揾佢，唔係揾我揾你。咁樣總之係咁我揾到嗰度寫，咁咪幾好咯咁樣。咁啊，老闆又中意，咁就有飯食。石琪中意畫畫，亦都寫得一手好字。佢熱愛電影之餘，亦都熱愛生活，但係從來唔以作家自居。佢將寫作視為日常生活嘅一部分。裏邊嗰啲係林老師寫嘅。呢啲係前兩日做嘅咋。未去到茶度啊！嗰啲超師，歡迎。呢個係我姓余嗰個。係啦，冇錯。係嘛？老馬㗎。老馬同張怡。張怡怡啊嚇。食緊嘢做緊嘢咧，就真係唔好啦。冇所謂啦，冇所謂，放鬆就得㗎啦。你識睇簡譜㗎？你識睇㗎？識，但係我唔係咁即係一望。新春佳節，4位作家約好前輩林月恒喺羅卡屋企聚會。佢哋喺年青嘅時候就喺林先生主持嘅《中國學生週報》寫稿或者做編輯，以文會友。之後各人都從事文化工作，到依家都時有往來。呢個唔知係邊個？呢個係。我哋就睇下4位作家點樣由同行而走出各自嘅路。4位作家都敬重嘅一位前輩，
就係當年中國學生週報嘅社長林月衡。佢作風開放寬容，主張中西新舊文化兼修共融，自小浸淫書道。喺林月衡嘅書法展裏面，有好多朋友嘅作品，其中就有古蒼梧、陸離、小思同石琪嘅親筆手稿。因為中國學生週報用好理性嘅方法嚟養大我哋呢一輩嘅人，但係我今日想講嘅，反為除咗見老朋友、見林月衡先生書法之外咧，我好高興見到下一代，佢哋真真正正沿住一條艱難嘅路向前走。我想話，我哋嗰陣時候嘅路雖然好似好艱難，但係都仲有好多好嘅光明嘅燈照住我哋。今日佢哋好艱難，但係佢哋依舊有好多佢身旁嘅老師作為佢哋嘅明燈。我盼望住佢哋。